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伫台南举办的全国运动会，今仔日是咕噜舞的比赛。不过讲昨各县市的代表队到球场了后，才知影，原来要就场练习，或者是要比赛，选手都要家己负担着场地费用。这是大家拢共去，甚至有选手真不满，无愿意参加比赛。台南市政府是出面来驳回，讲绝对袂甲选手收任何的费用，请选手好好来比赛。 选手赶紧找时间练习，因为全国运动会高尔夫的比赛要开始啊！是讲即马听讲落场练习也是比赛，拍球的费用讲爱选手家己出，引起部分选手的不满，甚至拒绝比赛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10几年来都没有收到，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状况，为什么你这次要这样子？4天下来，加上练习日，一个选手都要负担近1万块左右。全运会的部分呢，都是各县市委员会在处理。选手我们一般不会让选手去付费。那这方面是委员会自己要承担。比赛要家己出钱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台南市体育局伫接到消息了后，随做调整，强调讲，较早全运会安怎办呢？今年台南市政府对比较办理。 估计这选手拍球费用差不多是100万，拢会由市政府来出。马上转知所有相关单位，这个求资由我们台南市筹备处这边来负担。台南市政府嘛表示讲，所来练习甲比赛，要好选手开到钱，就是要大家莫有后顾之忧，伫比赛中全力以赴，摕到好成绩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